天10点半要跟我签约？师傅，这车怎么停了？哎呀，美女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个车子刚好坏了，要不你下去坐地好不好啊？谢谢宝仪大哥的热情请啊，谢谢。这在哪？我刚不是在直播吗？哎，手机。不用吗？一点都不痛。哎，你是地铁上打的那个美女？对，刚才我们都在同一节地铁车厢。看到白色烟雾吗？我也是，我也是。你又是谁？这里是我的一小路间，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进来的。我想起来了，刚才地铁上播报新闻，内容是2个小时以前 MG 旗下研究所的配血清被盗。新闻里说，配血清容易导致人体意识混乱、融合甚至死亡。